来继续来看国防部今仔日陆续侦测到32只阿强亚的战机甲无人机出海活动，其中有16只是食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的空隙。国防部批评讲，这个阿强亚的军机舰表面上讲咧做联合战备警巡，实际上是咧甲咱骚扰。国军讲会继续来监控，而且来应对。国防部嘛来公布，甲早起的透早6点为止，总共侦测到阿强亚军机14只，军舰6只，公务船1只，伫咧台湾海峡的周边在活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